平行日誌平等機會委員會30週年微電影第3集《家與職的距離》。平機會會議室，希彤同楊先生面談。我幫公司做咗10幾年嘢啊，佢哋就咁就炒咗我，你話有冇搞錯啊？楊先生，你冷靜啲先。我哋係已經收到你書面嘅投訴㗎啦。經過了解之後，亦都明白當中可能涉及家庭崗位歧視。你而家可以慢慢去講多啲俾我哋聽嘅。楊先生嘆氣，就咁嘅。我媽媽咧年紀開始大，咁最近佢成日要到老人科嗰度做治療。咁身為獨仔嘅我，要多啲陪佢去醫院，所以我先要請假啫嘛。回憶上司房 Alex 啊，你上個星期已經請咗幾日假，今個星期又請假，你仲邊有時間睇住條 team 同埋個 project 咧？唔好意思啊，老細，我呢幾個星期咧係請多咗幾日假。其實我之前同你提過噶啦，因為我媽媽咧近排要去老人科嗰度做治療，咁屋企得我一個去照顧佢，所以我就攞多咗幾日年假陪佢去醫院。至於條 team，我之前已經同佢哋講咗嚟緊 project 嘅安排，同埋我喺醫院度同埋翻到屋企嘅時候，都有同同事去跟進翻工作，所以我哋嘅進度比之前計劃快㗎。你而家就話得啫，咁之後有乜甩漏咁點啊？唉，你都係將啲資料同埋個 project 嘅嘢交俾 Mona 先。過2個星期你調去 B team 先啦。B team，B team 做開細 project 㗎喎，所收到嘅佣金會少好多㗎。以我做開大 project 嘅能力，咁樣會唔會有啲唔公平啊？你唔滿意安排可以辭職㗎，你考慮下啦。翻到而家，我唔肯辭職之後，公司就炒咗我，話我工作表現唔好喎。但係我知道真正原因係因為我要照顧屋企人咯。你可以睇翻啲記錄㗎，我一直以嚟嘅工作表現評分都係非常之高㗎。我而家咁樣冇咗份工，又要照顧阿媽，我精神壓力真係好大啊，黃主任，你要幫下我啊！希彤深呼吸，回想起喺平行日誌睇過嘅一段字，畫外音。平機會係透過調停同調查處理投訴個案。喺調停嘅過程中，個案主任擔當調停人角色，要中立協助投訴雙方溝通，揾出可以達成協議嘅要點同埋解決方法。投訴事務科總監林敏樂。會議室，楊先生，今日我哋同你見面係初步睇事件可能違法，但係我哋仍然需要搜集雙方多啲嘅資料先。我係你嘅個案主任，喺跟住落嚟嘅日子咧，會一直跟進你嘅個案去進行調查嘅。我哋之前同你溝通完之後咧，有曾經向你嘅前公司去聯絡嘅，了解翻佢哋嘅回應啦，同埋睇下會唔會有啲文件可以做證咁嘅。初步嚟講，佢哋認為今次嘅解僱係冇涉及歧視成分。楊先生愕然，咁可以點啊？我又要照顧我阿媽，又要同佢哋咁樣拖落去啊？我好明白你嘅心情嘅，楊生。你會唔會考慮下同你嘅前公司進行提早調停，嘗試去揾出大家都同意嘅和解方案？提早調停嘅好處就係可以更加迅速咁樣解決個爭議啦，唔需要經過深入同埋長時間嘅調查程序。咁和解方案包括啲咩㗎？和解嘅條件咧係視乎個別個案而定嘅，例如係道歉或推薦信啦、和解金等等啦。但係我哋都想詳細了解多啲先，搜集到大家更多嘅證據。除咗和解金之外咧，我公司仲唔肯俾封推薦信我啊！我等緊呢封信，等我可以容易啲揾下一份工啊嘛。好多謝你聽我講啊，黃主任。唔好意思啊，頭先我激動咗少少。唔緊要，都唔該晒你將你嘅工作表演報告俾我哋。咁如果你之後諗到啲咩想同我哋講，都可以隨時聯絡我哋。多謝你。會議結束，希彤送楊先生出會議室。希彤睇手機，日程提示家庭友善僱傭政策講座。係喎，之前為咗了解多啲僱主嘅諗法，報咗個講座喎。快啲去先。
子軒主持。各位企業代表，大家好，多謝大家今日抽時間參加我哋嘅講座。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下家庭友善僱傭政策嘅重要性。我哋平機會最近訪問咗1000名在職人士嘅家人，同埋400名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大部分嘅在職人士家人咧，佢哋都認為彈性上班放工時間、5天工作週、在家工作或者遙距工作，喺呢3樣措施係最有效幫助到佢哋嗰位返緊工嘅家人去履行佢哋嘅家庭責任嘅。另外，有唔少嘅人力資源管理人員都認為，佢哋唔能夠確認現時實施緊嘅僱傭措施係咪真係有效幫助到佢哋嘅僱員去照顧有唔同需要嘅家人。呢件事反映咗社會喺現時喺呢一個方面仍然有好大嘅改善空間。一位女士舉手。張先生，員工當然想公司配合啦，但呢啲措施令到成本會大幅上升，呢啲大公司就做到，中小企好難落實呢啲措施啊。另一位，我哋公司又唔係開善堂，萬一員工濫用點算好啊？我哋好難同股東交代嘅喎。我哋做服務業嘅，少個人真係完全運作唔到嘅喎。子軒沉思，在場嘅希彤向佢展示手上嘅平衡日誌。子軒諗起書中內容，畫外音。一個真正共融嘅工作間唔一定係員工贏晒，對僱主亦可以帶嚟唔同嘅好處。平機會總監陳雅文。我明白大家嘅關注，但其實一個真正共融嘅工作空間，唔應該淨係得僱員贏晒，對僱主都應該有唔少嘅好處先係，咁先係真正做到 win-win 雙贏嘅局面。或者我用另一個講法啦，如果一間公司佢只係以利潤行先咧，其實對生產力嚟講未必係最好嘅。一個員工佢心掛住屋企，自然唔能夠專注喺佢嘅公事之上。其實已經有好多研究指出嘅。一間企業如果可以平衡到員工對於工作同埋家庭嘅需求，係可以有效提升到佢哋工作效率同埋士氣。好多時候呢啲措施甚至唔需要投放好多嘅資源。而家講請人都唔容易，搶人才、留住人才，淨係講薪酬都已經唔夠。其實對於一個員工嚟講，工作環境嘅家庭友善程度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因素。僱主係可以按照自己嘅規模同埋資源，去同僱員坦誠咁溝通，令到佢哋嘅員工可以完成到佢哋嘅工作之餘，亦都可以照顧到佢哋嘅屋企。其實我哋只係想令員工知道公司係好重視佢哋，咁自然員工都會好重視佢哋嗰份工作。咁具體可以點做？或者我用平機會做一個例子，平機會已經實施咗彈性上班時間，亦都容許我哋員工將年假分拆為1/4日假咁申請，可以靈活調配時間，令到員工可以履行翻佢哋嘅家庭責任。喺呢度，我想大家從唔同嘅方向諗下，有冇啲咩措施係適合大家嘅公司實行嘅？講座結束，幾個企業代表圍住子軒。張生啊，可唔可以俾份研究報告啊？我哋都有興趣了解下喎。我翻去同同事討論下，睇下可唔可以俾董事會一啲意見。其實平機會嘅網站已經有晒頭先我所講過嘅指引同埋一啲研究報告，好歡迎大家隨時去下載同埋了解多啲。好啊，喂，咁有得搞喎。OK 啊。好嘅，最緊要。子軒回望希彤，報以微笑，希彤點頭回應。希彤返到辦公台，撰寫電郵，主旨家庭崗位歧視投訴，提早調停。就楊先生對貴公司提出的家庭崗位歧視投訴，平等機會委員會已審視過有關投訴的資料，現建議和鼓勵雙方參與提早調停。黃昏，希彤收到電郵回覆，黃女士經考慮後，本公司願意參與提早調停，與楊先生見面，詳情可再另議。希彤滿意微笑，打開平衡日誌，諗一諗，提筆寫，畫外音。
推動平等嘅目的唔係淨係為某社群爭取更多利益，更重要嘅係要俾社會唔同崗位嘅人明白大家嘅需要，消除誤解，建立同理心，令整個社會更包容和諧。同行30載，平等更精彩。平機會機構標誌融入喺阿拉伯數字30入面。本故事中的人物、事件及情節純屬虛構，內容並不完全反映平機會的實際運作。全片完。